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0日。以赛亞書43章13節安尼講：對有日子以來，我就是耶和華，無一個會救人脫離我的手。我要行代志，治罪為阻止啊！三甲來祈禱，要行代志，就無人會通阻止的天平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權、至大、至尊、至聖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的名佇全地到這懸大，無人通比。你的權柄透到穹蒼，你的信實到佇萬世代，你的慈愛永遠直地。主啊！我要大聲來學羅你的名，也要保養你的奇妙作為。主啊！世間人常常想要用家己的快樂甲才調來誇口家己的牛，可是無看見家己的驕傲。主啊！求你幫助阮，知影謙卑家己，因為對有日子以來，你就是耶和華，無一個會救人脫離你的手。你要行代志，治罪會阻止啊！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